甲唱献歌的时间。会使咱也可以掌声来欢迎咱周讲师。签到一个。前导一鞠躬，坤导一鞠躬。讲师好，请坐下。李老师、主任、各位讲师、各位学姐，大家午安，大家好。老师午安。或许今天来是咱这个绣花感觉的时间，按照咱准备在咱当中呢，先来问候大家那承蒙上天慈悲李老师、李任各位同学呢，我必然我发现谢机会。咱抽一出来感觉这老师的心意。咱今日呢，所要来唱的新歌是咱这个老师甲咱培训的勇敢向前行，调调是咱这个最后的火车站。互咱咧安排新歌呢，拢会找咱老菩萨较实在的调调，安尼唱起来呢嘛较熟悉，嘛较容易进入状况。所以咱老师做主编咱来看咱新歌，还是老师来培训的。每一篇呢，每一个新歌呢，拢是你关心咱这个道理，来督促咱这个道理，来关心，来鼓励咱这个道理。所以，咱老师，当咱心情无好的时阵呢，咱甲咱这个新歌摕开唱，加唱几摆咱的心情会变好所以咱常常论文还是新歌呢，摕开唱，摕开看，研读我们老师的话，然后咱会了解就讲老师的心意。所以咱上要爱新歌的歌谱的买到来同大家。来押韵，咱今日这条勇敢向前行呢，调调是咱最后的火车站，即摆咱做伙来读一届，好无？好。来。安昂秀虽然好，可惜见黄昏，沿途那明理，勇敢向前行，为众生。东风破雨中，为众生而舍一切苦心万无疑是坚定，无过了美好前程。来，第二段，这公平宣示道理，足以有水传。一门河万干川，为何落不干？是你受痛苦自在心头，多少的亮亮挂怀用水手。再叮咛，心爱徒，保重心康健。咱这条呢，咱读过，咱会感受到咱老师迄种思量道理的迄种心咱第一段，红红笑容虽然好，可惜见黄昏。咱看咱下晡时就这个时间较晚时阵，咱就我看夕阳非常漂亮，是不是？我看儿子呢，伊仔细汉，伊就看外口的风景呢，伊就讲妈妈，夕阳好漂亮。他也知道说这么小，觉得夕阳那么漂亮我想讲囡仔细汉伊就知影这夕阳是一个很美好的那个大自然的景象。咱好好的，咱一天呢，咱的一天有咱参像咱的人的一生同款。
头出来，然后像咱出世共款，吼啊，伫咱这个求学阶段，囡仔大汉，咱一定，然后日头正中午的时阵，伫咱参像是咱人体力上好，嘛是迄个上少年、上体力，吼啊，上有气力的时阵，啊，当咱黄昏的时阵是啥物？就步入中年老年啊嘛，吼，迄个时间，但是嘛是上好的、美好的时间是安怎讲？就是讲退休啊，吼，可以来含饴弄孙，可以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吼，这是真美好的代志。但是呢，夕阳的时间非常短，短暂之后就是什么？黑暗的嘛，吼，那就好像我们从生到死这个一个过程，吼。所以呢，老师咧来讲的是啥？爱把握时间，好好去加紧脚步，好好的怎样？赶快来学修讲办，赶快来勤修行，吼。尤其伫咱这个三期国家，这个时间呢，吼，咱来看咱5、6月份的新闻，有做侪人过新闻，有看到有吼，有情杀，吼，啊有骗财，嘿，对，自杀，吼，你可以电视拍开，每一工咱上拢有听到，啊，有人往生啊，有人安怎，吼，所以就是在这个3期末节的时期，我们更应该要赶快好好的来加紧脚步，吼。所以，梦道里呢，人明理，勇敢向前去。所以甲咱讲啊，咱不明理焉修道？预先修道呢，必须要怎样？明理哦，吼。所以咱明理的方法无别项，专在啥呢？有疑必问。当咱入来辅堂，当咱有疑问，有啥迄个想要请教者，咱就爱提出来。咱若拄着啥物困难，咱就爱。哦，请教点师前贤辈，哦，该解惑啦，哦，然后但是呢，咱若无要问，咱当然入来问呢，愈有疑问，愈无要问呢，愈安怎，愈袂晓，愈袂晓呢，愈无法度来开悟，啊，所以离这道呢，就愈来愈远。伊会想讲，道遮无趣味，吼，道遮侪民俗的问题，道遮侪里里扣扣有诶无诶安尼。他也感觉怎么那么多问题，然后他可能就无后装就无爱来啊，吼，咱就无采，吼，咱甲带入来辅堂，吼，然后，互伊安尼会当好好会当修入道，啊，但是呢，对道无明白呢，煞来轻易的就放弃了，吼，这是真正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当然，求道者呢，会当求道了后呢，就按咱带来安怎，多多来参班。多多嘞来咱辅堂即摆拢有人才教育班，吼，所以呢，要来研究道理，咱有法度来真正来了解、来明白真理，吼，所以咱咱前辈者呢，咱内底安怎鼓励遮个新的求道人，吼，咱就爱好好来修转，吼，毋是讲伊求得了人就甲放了，无要管哦，毋是哦。要让他来求道完之后呢，还要来明理。那唯有呢，就是带入佛堂，让他能够真正的来明白我们道德好，道德殊胜宝贵哦，吼。所以就有法度来真正相信的经历，唯有呢心中有信，哈，这相信的信。唯有心中有信呢，我们怎样都得千磨万考，才会怎样，才不会退得，哈。所以老师啊，说明辨真理呢，才可以笃行修道，而且呢，才能够来利益众生。好，所以咱人生呢，本来是真侪不如意的代志啊，吼。咱敢有讲咱拄出世到即摆拢真平顺，拢真个有嘛是有安尼的人，迄就是表示伊的福报非常好，可以累积来这个功德呢，互伊的福报，吼，可以这样平平顺顺。但是呢，我们10之8九不如意10之8九嘛，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咱嘛是有拄着真侪困难，拄着真侪瓶颈。啊，但是呢，当咱要突破这个瓶颈、突破这个困难的时阵呢，唯有安怎全力去做。那老师甲咱讲，勇敢向前行，行就对啦吼。能力实修，当然保持咱当初求道迄种出发心，吼。
拄着困难、拄着逆境的时阵，反观自省，知影讲吼，咱的缺点伫倒位，该改进是啥物，然后调明义理呢，那安尼呢，咱就法度来脱出即个困境。所以呢，咱这挫折呢，甲瓶颈呢，拢是要互咱安怎？拢是要互咱成长，要互咱转悟，吼。所以咱成长了后呢，咱的生命会咱更加安怎？去提升哦，去更加更上一层楼，是不是？所以呢，当然这老师讲讲，咱拄着挫折的时阵呢，面对着这个困难，还安怎？坚持，坚持到底无后悔。咱修德没有对不对？只有怎样认真理为依据。他说讲有受着啥物委屈，有可能无法度去了解，那也刚刚非常的委屈。但是呢，只要我们秉持着坚持，那一份坚定的意志力呢，然后怎样无怨悔，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个逆境，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为创新呢，为众生唔惊空空无有香，为创新呢无惜一切苦心行，咱李老师神父讲讲咱来求道的时阵啊，道的殊胜宝贵就是什么呢？一柱行德，九玄七祖尽沾光。一柱行德呢，流行去做一桥心，这是非常的殊胜哦。咱老师讲讲，咱九玄七祖到底有多少人呢？老师讲讲，这是老师下来必须讲讲，咱九玄七祖总共刚才有655,532人哦。这足济呢，你看咱求道不是一个人的代志哦，但是背后背负了多少众生，多少的历代祖先，是不是很殊胜呢？一个人求道，看你用心去等待你，咱人求得道的开始道义咱有讲的啦，咱若求得来祖先定安怎？领一缕白莲花来到菩萨面前，就听紧说法，所以今日咱是为一个培养的天才啊，咱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啥？一个模范，一个标杆，就是咱众生的一个标杆。所以咱要做好，毋是讲大家家己讲好哦，好，毋是哦，就咱头仔讲师有讲嘛，咱家己在家修，咱可能感觉修了真好，但是呢，咱若拄着外境呢，有可能一个因素，一个因缘呢，就甲咱的脾气毛病去厉害，所以当咱呢认真来不断呢学修讲办行呢，毋是家己讲好而已哦，咱嘛是爱由别人来口中呢讲出这位浅显真的是很棒，修持的非常好，所以咱更加爱确定咱家己的目标，好好的奋发向上，不怕一切的困难，勇往直前。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影片啊，看到我们陈前人历代前人辈原来师，因遐尼辛苦，甲道传过来咱台湾，遐尼苦心的修行，拄着遐尼侪关考验，伫迄个时阵是比即摆修得怎样困难过100倍啊，所以都也无因的遐个牺牲奉献，可能就无咱今日遮尔熟悉，遮尔好的修德的环境来互咱会当来修行，所以咱要非常感恩我们这些前辈者们的那个牺牲奉献。那咱导道讲师有讲到啊，咱道场是啥？是成就自我的这个圣地，嘛是呢，我们因众生而成就，所以呢，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一时的困境就退缩不前，然后道理望道理自坚定，唔通无了美好的前提，咱讲成功是属于啥物？属于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啊，所以当咱会当坚持，会当有毅力，会当解脱这命运的，咱会当建立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咱若
因为挫折，因为将来无要继续这条道路的话，那安尼咱只有安怎随波逐流，最后嘛是永远拢沦落伫即个轮回当中啊吼。所以咱唯有呢有坚定的毅力，才有法度坚持到上尾啊一刻。啊，咱小大人讲的讲，终其一生，直到什么盖棺论定哦吼。所以咱老师啊讲啊，尽管我们在这个道途上，这个起起伏伏的当中，将我们的心定在我们的心扉当中，念念呢，不忘呢老师与我们同在，上天老母与我们同在。好，那安尼呢，我相信我们就会有信心来度过任何的一切困难。那第二段呢，来给你段先。好，咱这段呢，老师就是咧思念咱这个道理，挂念咱这个道理哦，吼。这公平三十道理，足以有谁传哈？咱是讲，咱成为上天的一个代言人，哈。咱拢讲咱老师是大济公，那我们徒儿是什么？小济公。对，那我们担任三朝普度众生的这个责任，替老师分担。咱够把这个代言人的角色做好，咱够把真正代天宣化，吼，真正来度化众生，来成全众生。咱敢有真正心靠行合一呢？吼，敢有真正来认理是修啊呢？敢是有甲咱的责任负起？吼，咱15条国规来在讲责任负起，什么？咱担任坛主讲师，吼，敢有甲咱的该负的责任呢，拢负起了嘞。吼，唯有呢以身作则，尽力行营。吼，这是咱老师的一个感叹啊！吼，所以移门户外间穿与何都不还，这就是咱老师伫咧思量道理。哇，东看看西瞧瞧，为什么徒儿还不知道回头呢？啊，为什么老师望穿秋水？看咱这个道理，咱参像啥物？马道的羔羊共款啊，唔知影赶紧要回头，唔知影赶紧要好好来修烦恼。吼，老师实在是又急呀，吼，又感叹又感伤。吼，像咱遮，是啊，咱马道的羔羊，唔知要转来呢，游乱伫这个红尘家境当中，伫遮安怎？伫遐贪即个贪嗔痴情爱，吼，咱想袂记即了安怎？咱来回天，咱来赶紧回头，吼，是参像一只啥迷信本性的孤鸟共款哦，吼，对，老师是离愁痛苦之意在心头，吼，多少的挂念呢，吼，要甲上讲，老师咧着亦搁感伤的迄种希望呢，就是希望咱迄种道理会当安怎，会当真正来。真修实练啊，哈！你看，只是着重于功德相，或是着重于外表。好，我们修道久了，说实在的，讲师说的修道修心，办道静心，我们真的是静心了吗？我们真的有好好自己好好修心了吗？哦，这都是咱爱好去思考的哈。那你实修呢？把握这个三朝普度大开的这个佳期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握了呢？啊，咱佫有真正重心，等待咱去甲成全，等待咱去甲救度。所以老师迄种心情呢，唔知咱做道理的到底敢想着？所以咱当然笑心怪心，不只是笑而已哦，咱嘛是爱好好去咀嚼吼。老师互咱批文的迄个主意，伊内底真侪含义伫内底哦。最后，老师佫有甲伊讲啊，在叮咛心爱道，保重身空健。老师是非常的注意啊，吼。最后呢，还怎样？不忘呢，让我们徒儿呢，保重这个身体，哈，保重身空健。互咱这有这个肉体咧，咱才有法度来安怎来健康了缘，吼。咱即马知影世
人生难得嘛，吼，所以有这个肉体呢，好好保重，唔通凊彩甲咱这个肉体呢来危害，吼。该困唔困，该食唔食，吼，食不该食，吼，就咱这肉体用害去啊，最后再来看医生，吼，实在是足无彩，吼，所以咱上天呢爱咱的是咱迄点心，迄点操发心，迄点情心，所以我们修道呢要耐得起考验，吼，能够真道真考见真心啊，吼，所以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知安怎。那么以咱这精心来修德，坚守我们自己的意志，多感恩，多忏悔，多付出，多喜功表愿，好不好？好。好，那所以咱会做伙来唱啦，那即摆拢做人主呢，咱嘛希望讲咱有一天会当上来好这单位组一团，好不好？